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约伯记13章第13节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搁再是我。最近伫政治新闻顶悬，咱看到台湾前任的总统到伫中国访问整个的过程，真受到侮辱的代志。也有看到有几若位的退休的将官接受中国的邀请，无惜着真做中国统战的棋的这个报道。但是也有看到另外一位退休的将官，苗将军虽然3摆受到中国统战部的邀请接触，但是伊讲我是中华民国退休的将领，甲中国势不两立，伊无愿意甲中国有任何的接触。这一位的将官，伊的思维是讲，我无搁再是代表国人，无应该对势力来设想。伊是一个国军的退休的将官，伊所代表的是国家，应该对国家的利益来设想。这不但是咱一般咧讲的换位的思考，更加是一个有好调的人的生命态度。以前总是去互人教育，有3种人是无有自由的，一种是公务人员，一种是官员，一种是军人。因为这3种的工作的职务拢有伊特殊的任务，就必须爱将个人的利益放伫一边。基督徒事实上嘛是安尼，咱咧提到着讲，这个基督内底的新生命，其实就是安尼的基础顶悬的概念。因为基督的关系，咱有新的生命。因为咱的生命有这种的基础，咱无搁再是家己的，是基督伫咱内面在活。今仔日的经文旧约约伯，虽然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，并且伫甲伊的朋友辩论的中间，嘛咧找自我的定位甲生命价值，还有伊甲上帝的关系。约伯安尼讲：恁点去，互我讲话，效果如何，互我家己来承担。不管会有甚物款的结果，我准备冒着生命的危险。我已经无毋茫啊！就算是上帝杀我，阁算安怎？我犹原要爱伫伊的面头前，为着家己来申诉。要来甲我的勇气会救我，因为邪恶的人毋敢面对上帝。现在，请听我所要讲的话，安静听我的申诉。我已经准备好要提出抗辩，因为我知我会被宣判无罪。上帝啊，你要指控我吗？若果然是安尼，我就点去，情愿死去。约伯虽然犹豫伫为着家己的处境咧辩论，但是伊好哪亲像渐渐改变家己的决心，因为伊讲：上帝啊，你要指控我吗？果然是安尼时，我就点去，宁可死去。如果上帝控告伊，伊就点去，情愿死去。这就是因为伊的朋友所发责备约伯自义，并且认为约伯是因为得罪上帝，才会遭受这的患难。
所以这边约伯着责备伊的朋友，讲因讲了这个癫狂的话。约伯伫头前一章声明上帝是有智慧、有气力、有谋略甲知识的。约伯认为伊的朋友拢是咧编谎言这个讲白贼是无路用的医生。因为安尼，伊愿意听见上帝亲自对伊的指控。伊愿意接受上帝的看法，这正是基督徒所应该爱有的态度，完全接受上帝的看法、标准以及旨意。保罗更较清楚表达着伊的信仰使命。伊讲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活地是为着基督。死就有得着，但是如果我活地会通做更较侪有利益的工作，那安尼我都毋知影要安怎来选择啊！我处伫两难的中间，我真愿意离开这个世界，去对基督甲做伙。但是，迄对我来讲是无比会好。保罗表达家己愿意顺道的决志，因为伊讲，如今所活的无搁再是我，是为着基督。无论是面对逼迫来死亡，或者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活的，上尾的目的都是为着基督的关系。所以保罗又讲，可是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应该爱活落去。对伫这点，我深深相信，无有怀疑。我知影我还阁要活落去，因为要爱继续甲恁大家做伙，帮助恁伫信仰上搁较忠贞，搁较有喜乐。目的是要爱我甲恁搁相见的时阵，恁会通伫基督耶稣内底搁较用掠我做供应。活地或者是顺道，拢是为着基督，符合基督的要求。保罗又搁安尼讲，上重要是恁的生活应该爱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。那安尼，无论我会通亲自来看恁，我拢知恁抱着共同的目标，坚定不移，同心协力，为着福音信仰的征战。伫任何事的顶悬，拢无受到反对恁的人的恐吓，都爱勇敢。用这个来因证明，因一定会灭亡，但是恁呢一定会得救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保罗非常明白，迄个得救的意已经无搁再是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着上帝所立定这个共同的目标来活，是为着基督来活的目标。就好像亲像伊捌讲过的话，安尼，现在活地无搁再是我家己，乃是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在活。现在活地是借着信上帝的囝来活，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20节的经文，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。上帝啊，我伫患难的中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灰去，
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弱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高大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呢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少年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死价在造谣，周围充满着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。计谋要害我的性命，上帝啊！我要求要倚靠你。我讲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。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感谢上帝赐呼召，互阮成做你的仆人，互阮会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互阮会通拥有基督的新生命。如今活地无搁再是阮，是主耶稣基督伫阮内面的活。感谢基督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。阿们。